不给这应给私家算个所里没有红黑合璧罪名，有的个个是开左右，比怕口臭想想，想想还起所受的光，分享上帝温素。你会记起我断相想，听心情中美好，每日临高归期莫秋，着行显满情动。咱这首过来吟第一段就好，咱过来吟第一段。就用基督耶稣的心来，就用基督耶稣的心，最灵带给心，叫做耶稣本是上帝，为着救人降世。好，咱过来念第一首啊，第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咱来念全首。咱吟2节就好，第一段甲第二段。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我来欢喜，我故卑微是阮救我，万世讲我福气，全能上帝为我来行伟大美妙代志，相信快乐的我来吃，阮生命受鼓起。好，咱吟诗到这，请有带手机的，请将手机关机，也是关做震动闭慢心来礼拜。
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庆祝。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咱起立来吟圣诗第44首。我的心尊敬我主最大。咱做伙用新的诫命来告别信仰，你着真心、真善、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文法学先知的总文化。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若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做伙用启应文第22篇，也就是诗篇95篇来学老提背。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受造的拢应该学了你。你的性命要直到永远，列邦的人拢要称颂你的名。阮是有限的卑微的人，心内知影应该去做的代志，无去做，
无应该去做的，阮颠倒去做。阮常常伫意伫即个世间的财富甲荣耀，毋知影应该爱先去追求你的国甲你的义。阮实在深深亏欠你。总是你笑量阮是土粉，不但无责备阮，阁反倒转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做阮的救赎，为着阮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顶。即款的疼是何等的长、阔、远、深，阮真正感谢你。今仔日阮自执伫遮，三角吟诗学乐感谢你，这是何等的福分！求你的灵现在甲阮同在，借着牧师今仔日的讲道鼓励阮，互阮的疼心会哪加添，阮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成做你好找用的工人。阮知影做一个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做咱的救主，你已经称呼阮做义的人。但是伫成圣的道路上，阮还阁需要往目标直直走，为主做工，最后才会当领受迄个对你来永远的活命。求主帮助阮，无了福音做见效，会勇敢壮胆出去传播福音，互福音传到每一个所在，去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出去为主见证。把一切的荣耀归乎你，阮的主。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歌队要学乐的诗歌是《祈求以马内利》。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马拉基书3章第1节到第4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查看我的使者，准备我头前的路。恁在找求的主，会忽然间来到伊的圣殿。恁所仰望迄位立约的使者，你要来啦。毋过伊来的日，啥人记载会牢？伊出现的时，啥人徛会知？伊亲像炼金的人用的火，亲像漂泊的人用的剑。伊要来审判，亲像人在提炼纯金。伊要净化利未的后代，锻炼因，亲像在锻炼金银，一直到因会当献合宜的祭物予上主。迄时，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要献上主所欢喜接纳的祭物，甲古早的年日相款。腓立比书第1章3节到11节，我特别想到恁的时，拢感谢我的上帝。特别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拢用欢喜的心祈求，因为恁对头一日起到现在，拢有同心协力在传福音。我深信，迄位伫恁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会继续甲迄个工作完成，直到基督耶稣过来的日。我常常在笑念恁，对恁众人有即款的心情是当然的，因为无论我现在伫监狱内，也是以前为着福音辩护甲做证的时，恁拢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赐。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愿意笑念恁大家，上帝通甲我做证。我所祈求的是安尼，恁的疼会哪加添，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慢哪进步，互恁会晓分别什么才是上好。安尼伫基督的日，恁才会成做纯洁无通欠的人，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的好德行，通将荣光甲恶乐归乎上帝。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返璞归真，用爱成长。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三主日来到伫你的圣殿中间，那瓦群圣诞，阮的心也带着期待。愿你的怜悯，愿你的国度临到这个土地，也愿你的平安，甲愿每一个人三伫地。但愿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帮助阮搁较明白你的真道。同齐伫遮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感谢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点到第2期的垃圾，也咧表达愈来愈接近圣诞。伫咧愈来愈接近圣诞的过程中间，也是一段咱不断重新来思想，到底圣诞对咱来讲有甚物款意义的时刻。点伫过偌济进前，咱会过大斋节期。点伫大斋节期，咱逐个人会进入一个情绪，就是因为要迎接耶稣基督的受难，所以咱也会用悔罪的心来陪伴。毋过来到伫圣诞，常常咱会拄着一个较大的考验。这个考验是因为圣诞节是一个较欢喜的节日，是一个看起来会当庆祝、看起来会当做伙、会当斗欢喜的日子。所以点伫我群圣诞的时，点菜咱袂去想到讲，伫这个时刻，咱要迎接圣诞节来临的时阵，咱共款需要有一个悔改以及陪伴的心。也照着安尼，所以最近这几礼拜，咱会通过一段旧约的经文，甲一段新约的经文，做伙来思考，到底大降节对咱来讲有甚物款的意义？
毋过读到伫旧约，逐个人都拢问拄过即个问题对无？一定会有足侪人问咱讲，旧约内面的上帝甲新约内面的上帝看起来无啥共款。啊，所以逐个人拢较爱读新约，较无爱去读旧约。啊，但是我定定咧拄着即个问题的时阵，我嘛一直咧想，咱若是做爸母的人，你敢会敢若甲你的囝儿讲敢若听，啊，拢无咧讲规则嘛？若是旧约，咱不断咧读到的是上帝甲人所建立的规则，嘛看到人踮伫犯罪的过程中间，一直咧违反这个规则。所以需要受到刑罚，啊，也是因为安尼。但是爱到伫新约，咱看见耶稣基督会听的时阵，意思是啥物？我会当照迄来对付你，但是现主是我无爱安尼来行。这才是整个圣经内面咧传达上帝甲人的关系。所以来到伫旧约，今仔日咧读马拉基，马拉基可能是小先知书内面上好显的一位，对无？因为伊踮伫旧约上落尾，所以伊上好显。因为咱要找马太，无注意到现对头前过，就看到马拉基啊。马拉基书是小先知内面咱记载上旧约内面上落尾一卷。啊，这个作者伊出现的时代吼，大概出现踮伫以斯拉甲尼希米共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是啥物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去完成啊！看起来圣殿互人毁坏，即马重新起起来，所有的献祭拢照时咧进行的时阵，咱会想讲安尼应该袂歹吼。整个以色列看起来是往一个较好的方向咧向前，看起来一切拢看起来袂歹，但是咱想看觅。若是真正一切拢足好诶，敢有需要先知？先知会出现，先知会讲话，通常都是代志，代志开始大条啊，对无？若是真正照咱所想象诶，原本互人毁坏诶圣殿，即马佫起转来，啊起好啊，逐个人佫真正咧献祭啊，应该这是袂歹诶。若是安尼，为虾米需要先知呢？所以咱都要来想看觅，即个时阵诶人到底发生了啥物代志？这个时刻，以色列因有一个状况，就是侪人开始咧欺负善车人，侪人嘛用不合宜的方法，一直想要趁家己的利益。祭司嘛无扮演家己应该爱扮演的角色，人也开始忽略11奉献的重要性，以及开始甲外邦的女子拢踮伫遐咧通婚，所有遮的问题拢造成。整个国家愈来愈离开上帝远远。原本圣殿起好，毋是应该爱来敬拜吗？等到圣殿起好了后，逐个人开始一直咧离开上帝，所以踮伫咱今仔日所读的所在，伊才会讲：我准备要派我的使者，为着我未办道路，恁所找迄个主会突然来到伫即个圣殿中间。马拉基讲了真清楚，伊讲迄个日子会突然间来到，有一个使者会来到伫即个所在，为着上帝备办道路。但是伊佫继续讲，但是当迄日来的时阵，恁敢记载会了无？恁敢真正记载会了吗？恁敢真正备办好势吗？恁敢真正有备办讲上帝确实要降临吗？这个问题其实嘛是对咱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咱敢真正备办要迎接圣诞节吗？咱敢有确定圣诞真正是好消息吗？马拉基要邀请每一个人好好来想，伫咱生命中间所犯的罪、所得罪上帝的所在，咱敢真正有备办好势无？人拢会看家己认为好的迄一面。以色列人因较无上帝会当有阴光降临踮伫遮，但是马拉基讲了真清楚，当迄个阴光要来的时阵，会带来啥物？亲像火咧燃共款，
会重新搁清气每一个人，爱先有清气的心，每一个人才会当将应该爱献的祭物完完全全归给上帝。这是阴光的日要来的时阵，上帝的审判也同时阵要来临。这甲咱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其实有足大的无共款。因为讲到圣诞，咱拢会想到啥物？讲到圣诞，咱就会真自然开始咧想，这是一个真温暖的节日，这是一个讲疼的节日。到伫迄暗，咱就会开始咧期待讲，那亲像有牧羊的人来到伫遮有天使咧吟诗，咱会想象济真水的画面，充满温暖的画面，一个和平的君王要来到伫遮。但是马拉基却对咱讲，基督来临毋是干那喜乐的信息，伊来临包括审判，包括炼净咱每一个人，都是咱亲像我头拄题目写的这4字：返璞归真，爱转到伫你上界真实的款式。这个真实的款式，毋是靠着外在的状态。毋是靠着外在你所表现的来表达讲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是转来到伫你上界内心的所在，你的心敢真正愿意用阮上帝进入你的心吗？你敢有真正愿意接受上帝进入到伫你的生命中间？这是一个看起来互人不安的信息。但是嘛，是一个重新咧塑造咱信心的行动。咱必须爱知影以及面对审判这项事实，才会当去看耶稣基督的恩典到底偌年啊真实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也照着安尼，其实大多数的人对马拉基上解释的经文出现踮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后壁遐着无？伊的一位所在咧讲11奉献，这个11奉献伊安怎讲？伊讲恁都爱将迄个1/10送到伫圣殿，互圣殿有丰富的食物。我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恁都爱安尼来试我，看卖我敢会拍开安怎？天顶会当将逐样的好物丰丰富富来赏赐互恁。逐个人拢会读到这段经文。但是恁若是无接对头前，咱今仔日所读对审判要炼净这个信息来的时阵，会发生啥物问题？你咧读的时阵会认为奉献是啥物？我即马要奉献是为着上帝要将逐项的好物，对天顶来倒互我，所以因为上帝要将逐项的好物倒互我，所以我即马才爱奉献。安尼有啥问题？那会看起来变成做是一个利益咧交换，就是那亲像咧趁钱共款嘛。我用1/10来投资，安尼我期待我会当趁大钱。若是安尼讲，通常会发生啥物事？恁知影即马投资的诈骗就侪无？投资的诈骗敢毋是都安尼来的？就是认为讲你只要等偌济，我就会当。趁足济，敢毋是安尼吗？所以咱就来想看卖，当咱若是用这个理解来看奉献，可能有问题。咱对3章头前安尼接落来，咱就会发现讲，伊一直咧讲的奉献到底是啥物？奉献也是一个清起家己的行动。奉献是一个清起咱家己的行动。咱若是掠家己做一个出发。认为讲奉献愈济，我就会当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利益，咱就会变成做讲，咱认为奉献是我会当控制，咱会袂记哩讲马拉基点伫遮所提到的审判。所以奉献的行动是一个清起家己的回应，是咧表达讲，咱已经领受恩典啊。咱已经领受恩典，所以咱用奉献，无论是金钱，是咱的气力，是咱的材料，用咱的一切来回应上帝已经赏赐予咱的恩典。
也通过是咱真实献上咱家己，清起咱家己，嘛照着安尼，咱带着信心会当来看未来，这才是真实的愿望。这是马拉基点伫遮所要表达的，就是咱会当有愿望，是因为咱每一个人真正返璞归真，通过咱的奉献，通过咱的参与，看见无论点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上帝永远用迄个永远不变的疼慰累咱。这就是伊讲迄个对天理将一切福气赏赐予咱。这是点伫马拉基所讲的，所以用这个备办甲信心咧迎旨讲新的国要来到。嘛，点伫即个新的国要来到的时阵，咱会当有一个新的想象，是一个新的对未来的想象。我会当参与点伫起造上帝国度的工作中间，我会当做伙来参与点伫上帝美好的计划。所以，咱所看的是上帝你到底要伫咱中间做啥物？上帝，你到底要点伫这个世界，要点伫台湾，你要做啥物水的事？是我会当参与的。重点在伫上帝，无在伫咱。所以进入到伫新约，咱也通过保罗甲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伊咧表达一项事。对保罗来讲，伊有一个真明确的画面，伊期待所看到的教会。嘛，点伫腓立比书内面，咱会看到一个完全甲其他伊讲较严格的话的书信完全无共款的保罗，来到伫腓立比书，咱就会发现讲，保罗哪亲像正做一个较温柔、较亲密的牧者。伊踮伫加拉太内面是一个足严格，嘛一直咧骂人的牧者。但是来到伫腓立比，伊是一个展现出一个亲密画面的牧者。啊，伊咧讲啥物？伊讲，逐摆我想到恁，我就感谢上帝；逐摆为着恁祈祷，我拢带着喜乐的心，因为安怎？对开始的迄一天，直到现在，恁拢踮伫福音的工作顶面，一直咧协助我。所以保罗已经清楚一项事，伊咧宣告，伊咧做一个福音的事工，虽然有时踮伫遮，有时无伫遮。但是有即群人踮伫背后，甲伊相做伙，所以因毋但是祈祷，因也用奉献参与踮伫宣教的工作。通互保罗就算讲踮伫一个受苦的日子中间，伊拢永远感受到真大支持的开展。咱毋通袂记伊讲甲遮尔喜乐，讲甲遮尔亲密，但是这个时阵的保罗伫啥物所在？这个时阵的保罗是互人关家的哦，伊讲了是真亲密，嘛讲了真正带有喜乐。但是现主时的保罗踮伫关家的中间，就算讲踮伫关家，就算讲互人拍，但是伊会表达讲为着福音的缘故，我真正体会迄份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伊家己会表达，这是特权。会当服侍上帝是特权，咱无对特权的角度来认知咱家己会当做的事。保罗会讲，我会当传福音，这叫做特权；我会当参与服侍，这嘛叫做特权。我互人拍，这嘛是哦。我互人拍，我互人落家，这完全拢是上帝特别赏赐互我的啥物？恩典，这是上帝赏赐互我的恩典，所以现主时无论咱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咱清楚知影讲，咱的心完完全全在伫上帝，咱的心完完全全向着上帝。别人的诽谤，别人的谄媚，别人的责拍，别人的攻击，这拢是啥物？这拢是上帝互咱经验特别的恩典，这是保罗所咧表达的一项事。也都是因为安尼，伫咧面对审判的迄一日，保罗会当表达出一个带有愿望的信仰。
会当带有信心的信仰，通互伊当帮助教会，会当继续搁向前。所以伊也定定咧讲，伊为着腓立比教会的祈祷是啥物？恁的疼心会不断增长，但是这个疼心不断成长，爱搁有啥物？爱有智慧甲真实的判断力。当咱咧讲疼的时阵，拄着上大的困难，就是啥物？当咱咧讲疼即项事，定咱对家己的角度出发，咱咧讲疼就会变成做是一个，我家己感觉好就好啊，我家己感觉舒适，我家己感觉别人对我袂歹，所以咱会认为这才叫做疼。只要有规则，只要有对我无好的，我就认为歹势这无疼。所以保罗踮伫遮，伊真清楚讲，我祈祷的是，恁的疼心会当不断，甲恁的财目，甲恁的判断力会当不断增长，通互恁会当踮伫基督要搁来迄个日子安怎？无通嫌。伊上大的愿望是，每一个信徒会当活出真正的疼心。这个活出真正的疼心，是因为有智慧，阁有判断力，所以咱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到伫上路尾，伫基督要来迄日，人无通嫌。这就是圣诞的时，咱备办咱家己这几礼拜，对愿望、对备办甲信心，咱一直咧准备咱家己，到伫迄日，咱会当欢欢喜喜来迎接耶稣基督再临。这个世界会有真侪声音，这个世界也拄着侪冲突。前几日，我想咱逐个人拢带一条，因为韩国忽然间宣布讲要戒严。当咧宣布戒严，逐个人拢会想讲，即马是准备要战争啊嘛？逐个人拢想讲，这到底发生了啥物事？是这个世界充满侪变动甲混乱，也真幸运，后来6点钟了后就搁结束啊。但是这嘛提醒咱，这个世界的变化已经毋是咱每一个人会当想象。咱一直咧面对侪无共款的声音嘛，一直咧面对侪无共款的价值观，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保罗所讲的就是，咱爱有真正的智慧甲判断力。当面对遮尔侪的声音的时阵，咱敢有法度真正安静咱的心去问，到底基督的声音是啥物？侪人拢会讲到足大声，我为着福音的缘故是啥物？我认为福音就应该是安怎？教会就应该是安怎？咱拢有侪声音咧影响，但是咱敢有真正互咱家己安静落来想，到底基督要对你讲啥物？踮伫面对审判、到伫愿望的这个过程中间，反璞归真是转来到伫你真正所要想的是啥物？你真正所要爱的是啥物？咱咧面对咱真正所爱的，才有法度去看见上帝到底藏啥物踮伫你的生命。无有当时咱会通过指责别人、攻击别人，为着要证明家己是对的。但是有时，咱咧指责也是攻击的过程中间，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别人表达出你家己足欣赏的迄个款式尔。所以踮伫遮，保罗伊会踮伫家教中间，伊会当有足侪怨妒，伊会当有足侪受伤，但是伊所咧看的是，到底基督如何眷顾伊家己的教会。伊也踮伫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伊学习咧观看讲，基督所要做的事，会超越过咱每一个人的想象。基督赏赐予咱的是特别的恩典，所以这个特别的恩典，毋是照咱家己的计划，
是照伊所要互咱的。有一个牧者，伊家己到伫退休，伊重新咧写伊成长的过程。伊咧写伊过去成长的过程的时阵，伊就提到讲，踮伫我大学的时阵，有一段时间，忽然毋知影讲伊到底未来的路要安怎行。所以伊感觉逐礼拜去教会嘛，毋知伊为虾米要来。参加聚会嘛，看起来找无讲我应该爱做虾米。所以这个牧者就分享讲，踮伫大学的时阵，有人就甲伊建议讲，无你去找迄个教会中间咧负责，专门咧负责大专生事工的领袖，你去问伊好啊。好啊，这个牧者因踮伫美国的所在，伊就走去找这个领袖。这个领袖伊就感觉讲，我真专业，我做大学生的事工足久啊，所以我足专业。安尼你一定是安怎，袂等伊讲煞，伊就开始甲所有的答案拢讲互伊听。这个牧师伊就想讲，看起来吼，我踮伫遮找无答案。因为这个领袖认为伊啥物拢知，我找无答案。过无偌久，伊阁有人甲伊介绍讲，无你去找教会内面一个足有智慧的长老，伊就去找这个年纪较大的长老。这个长老看到这个少年人的时阵，足欢喜的，就甲伊讲吼，安尼，咱逐礼拜固定来读圣经吧。这个长老都不断来甲伊分享讲，福音有偌尔重要，福音真正的意义是啥物？但是这个少年人伊嘛想讲，看起来这嘛毋是我要知的，因为这两个人拢伤过知影，我应该爱啥物答案。但是这是因所认为我应该爱有的答案。毋是我即马咧面对的问题，要安怎？阁有一个朋友甲伊讲，伊讲无吼，你去找教会内面的某某兄弟。我听讲有足侪人拄着问题，拢会去找伊。但是伊是一个专门咧送货的人，你去甲伊问看觅，检查伊会当互你啥物款的帮衬吧。这个少年人就真正阁走去找迄个送货的迄个司机。迄个司机听了就甲伊讲，无安尼，咱逐礼拜找一个时间做伙啉咖啡，做伙开讲。就照着安尼，这两个人对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事，迄个司机就甲伊分享讲，我即礼拜去对送货，拄着啥物拗客，即礼拜送货要过圣诞啊，即马偌尔无闲。伊开始咧分享遮个物件，对遮个物件开始咧讲。嘛讲到讲，即礼拜踮伫教会内面牧师咧讲道的信息是啥物？嘛咧谈论讲到底神学是啥物？嘛一直咧讲最近遮社区中间发生了啥物事，有啥物新的点？这个少年人甲这个司机两个人讲了真欢喜，逐礼拜拢足期待踮伫遐咧对话。最后，这个少年人讲，这个司机甲头前迄两个。一个是教会中间负责事工的牧者，一个是教会中间最有智慧的长老。上大的差别就是，每一摆我来到伫遮，甲这个司机讲话，拢一直咧谈论的，就是咱有一个期待，是有足侪新的代志要发生，会有足侪无伫家己暗算中间的代志会发生。上帝的道路往往就是安尼。有时，咱讲咱要传福音，但是上大的问题是啥物？咱知无？咱认为咱知影啥物是福音，咱认为福音干那一个答案，所以咱干那想要将这个答案，毋管别人到底现主是拄着啥物问题，干那想要把这个答案送互伊，但是咱无真正体会这个人。伊到底拄着啥物问题？伊到底现主是拄着挫折、拄着打击，
也是病痛，也是啥物，咱干那到伫上尾啊，干那甲伊讲，信耶稣，一切答案拢会解决。所以这个牧者，伊咧回顾这段过程的中间，伊会讲的是：当我少年的时，我想要知的，必然是答案。我想要知的是，真正要学习，到底上帝如何用超越过咱家己所想象的事，会当踮伫我家己的生命中间做工。后来，这个少年人真正去考神学院，也正做一个牧师。也到伫几年后，伊敲电话互迄个司机，分享这段讲道，这段感动。迄个司机听了，已经足年老啊，身体嘛无好，但是一直咧流目屎。伊讲：我了准，我家己所做不过就是一直咧陪你开讲，甚至有当时啊感觉那亲像咧讲543的。但是无想到讲，上帝竟然会安尼使用我陪伴一个少年人的生命得到成长。愈想要做伟大的代志，就愈会互人离开真正的焦点。愈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伟大的事，咱就愈离开上帝的道理。马拉基讲，这个审判若亲像火烈焰共款，爱咱每一个人重新返璞归真，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有时只不过是真简单的一项事，伫看起来真微细的小事中间，才是真正重要的。愈讲家己要做啥物伟大的事，就愈无法度完成，只不过为互咱啥物拢无做那尔。对一项简单的事开始咧做，嘛知影家己所咧做这个小小的事是大有愿望，咱会当期待新的代志要发生。上帝要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掌权，圣诞节才有真实的意义。千万毋通袂记，圣诞节的故事发生伫至微细的囡仔耶稣的身上。至微细的耶稣基督出世踮伫无保护，真看起来一切拢无荧光的马槽内面，这是耶稣基督。想要做大事，其实是无意义。就亲像前几工踮伫圣经学堂，有人咧问牧师，我要安怎成做刚强的人？我会讲诶，为什么你一定爱成做刚强的人呢？若是耶稣基督所展现的，就是一个软弱的款式。先知也面对的是一个软弱的款式。当伊咧讲这个信息的时阵，互人攻击，互人詆谨。保罗所讲的信息，嘛因为福音的缘故，互人攻击，互人关伫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人所展现出来的信息，才是真实对咱的生命有意义的。为什么咱一定爱做坚强的人呢？咱只不过是想要向别人证明我家己那样。只有上帝是咱生命的主，咱需要返璞归真，才有法度互疼真实伫咱的生命中间得到成长，带着智慧，也带着判断力，继续来行头前的路程。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返璞归真，用疼成长。炼金的火提炼出纯粹，漂泊的根清气出本质。使者宣告家己所立的约，迄日感觉身躯失去自由，或是节拍，肉体饱受痛苦，声声唤起，
对你所受的特权。往事历历在目，智慧哪见成色，反璞归真，用听增长。待迄日来到，结满果子的树，福德遍地，引出真道。咱是活伫一个充满侪声音的世界中间，上帝的话在唤醒咱所领受的是特权，咱会当结出真义的果子，会当见证上帝的丰富，必然会对咱每一个微细的行动开始，充满了点伫本世界。愿上帝的平安甲咱伫地，也愿咱带着信心，继续跑走，迎接圣诞。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咱来吟圣诗162首，着用基督耶稣的心。心来祈祷，主耶稣，愿感谢你，愈接近圣诞，也愿阮备办阮的心来听候你的降临。主，愿你的话也搁一摆清起阮，互阮既若有犯罪得罪你，求你赦免，也求你搁一摆唤醒阮每一个人对你所领受的特权。愿是我靠恩典来行头前的路站，点伫每一日尽心来跟对你，点伫每一日尽力来服侍你。伊看起来至微细的小事中间，阮带着愿望，也带着信心，因为阮知，阮是会当建造属于你的圣殿。愿你祝福阮大家，
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丰盛。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咱踮伫即礼拜拜三，咱圣经学堂的进度来到士师记17章的第1节到第6节，所以也欢迎咱会当踮伫山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好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咱每一个礼拜拢会点到新的一期蜡烛，通过安尼也陪伴耶稣基督要过来。好第2项报告，教会今年度的过节孝会点伫12月29来做结孝吼，所以若要点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吼，咱就是点伫12月29迄日爱完成咱今年度遮的奉献吼。好，第3，咱点伫12月22迄天是联合礼拜，迄天的联合礼拜是9点半开始。9点半，咱礼拜刷了后，咱就随会到伫对面来做伙食圣诞爱餐吼。所以若是要购买遮个参观的兄弟姊妹，你若是未买的，会记哩到今仔日吼，到今仔日截止。所以你若是未买的，等下礼拜刷以后，会当踮伫我正厂边，真个问出去，在咧办公室迄边来找咱的干事来购买吼。好，过来也共款，咱若是未摕到马年度月历的兄弟姊妹嘛，踮伫等下就是礼拜三我正厂边真个问出去，会当踮伫遐来摕马年度的月历。好，第5项报告，咱财务部踮伫后主日第2堂礼拜后会举办财务检视，所以也请咱负责的同工吼，才有写着的同工会记哩做伙出席来参加。好咱嘛对即个月开始，咱有咧试办吼，就是你若是无需要摕纸本的迄个周报，你会当用迄个 QR code
后边拢有迄个 QR code， 你会当用电子的。啊，当然，可能较少年的兄弟姊妹会较利便吼。啊，当然啊，嘛是有老人用 QR code 用了足顺的吼。咱拢会当来试看卖来使用。啊，所以后边拢会当 QR code， 也是礼拜前的时阵点伫迄个 PowerPoint 的遮头一页顶悬拢有一个 QR code。你若是要用电子周报的兄弟姊妹，会当欢迎咱。啊，但是奉献的资料，敢若会写伫迄个纸本的顶悬。啊，若是迄礼拜有其他咱为着啥物单位，也是甲特别圣诞节的奉献地啊，拢会放伫后面的迄个招待道顶悬吼，所以嘛，请咱做伙来注意遮的事吼。好啊，嘛甲大家继续宣传，咱对昨开始到伫12月21，咱踮伫后面，就是咱101教室，咱大礼拜堂后面遮拢有福音画展吼。嘛，欢迎咱会当带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来遮参观，啊，欢迎咱。啊，过来，即礼拜拜六下晡，手筝团、放钟团甲小弦乐团，因共同会有一场圣诞音乐会，所以也欢迎咱大家吼过来即礼拜下晡3点，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啊，有手钟拜六，有手钟团、放钟团是上年的兄弟姊妹，小弦乐团是囡仔到青少年小弦乐团，因会做伙踮伫遮有圣诞音乐会，所以嘛欢迎咱会当做伙，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与吼。好啊，个集体关怀的消息，咱嘛特别为着志峰长老的妈妈伊踮伫顶礼拜主日的透早民主文调吼，会踮伫即礼拜拜五上午9点半，踮伫殡仪馆来举行日宴甲告别礼拜，所以嘛请咱踮伫祈祷中间，特别为着志峰长老的因全家，咱同齐为着因的全家来祈祷，因为因全家敢若因信主尔，对其他的兄弟姊妹拢无信主，但是妈妈虽然无洗礼，但是爸爸踮伫临终的进前有洗礼过，所以嘛欢喜会当用咱教会的方法来替因办告别礼拜，所以嘛请咱踮伫祈祷的过程中间，为着志峰长老因全家来祈祷吼。好今仔日我有看到昨日咱的艺术家咱福音画展的画家伫遮有个人先转去，有个人未转去咱欢迎因吼。好所以也邀请咱会当做伙踮伫后边迄101教室会当做伙踮伫遐来欣赏因的创作吼。好，我用安尼甲大家做伙分享。咱做伙来读即礼拜的金句。我所祈求的是安尼，恁的听话哪加添，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会哪进步。腓立比书1章第9节，我所祈求的是安尼，恁的听话哪加添，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咱做伙来吟上言的诗歌，圣诗第390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今时后请牧师祝祷。
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密道。